想要浴室櫃台面空無一物，仲要收納空間大，就嚟學呢個鏡櫃啦。高度到頂，防落灰，寬度拉滿超能裝，射燈反射雙倍光源，洗漱區更光亮，攞取物品超方便，順手就可以放返去，物件都有專屬位置。呢間屋住2個人，雙龍頭洗手盤，2人同時洗漱唔使等，抽紙亦超方便嘅。鏡櫃一共分為3個區域，洗漱區開門之後就用右面個鏡，呢個區域有2個重點，一係無底板貼翻板，水杯牙刷都能夠通風凝水。重點2係鏡背收納，開門後可以用美妝放大鏡護膚化妝，上面收納頭繩項鏈眼影面膜，下面貼咗2個收納盒收納雜物。再嚟講下上面，呢度做咗活動層板，靈活放置唔同高度物品，右面放置囤貨同化妝工具。鏡門背後黏貼引磁片，磁吸收納少件物品，記得預留擦手紙嘅位置。左邊收納洗面巾同埋紙巾，同樣亦都做咗洗面巾收納區，亦都係活動層板，取下後方便更換洗面巾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家私設計，記得繼續 follow我啊！